大家问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古早人讲，囡仔人有耳无喙，这个意思就是讲，囡仔听得好，莫假话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咱做伙来看到，这就是耳。读做耳，这是鼻音。耳就是讲咱人的器官伫咧面边啊，用来听声音。假使若是足歹听的声，咱会讲噪人耳。另外，会当关起来物件，咱嘛讲耳，像咱讲地鼓耳。这个文音读做呢。像讲千里眼甲顺风耳，咱都会读文音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耳康轻，就是听人讲啥就相信。第二个词都爱读文音，读做木耳，木人读做木耳。这是一款香菇，生伫咧澳洲，一片一片加比色会当食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伊就是耳康轻，听汉语讲食木耳会当降低血油，控制血糖，预防便秘。伊就安尼，逐工食，拜一食到礼拜日，食规个月拢食袂善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，耳这是鼻音，另外文音读做呢，提供予大家参考。